一個人單挑地產商，呢啲係佢㗎，呢啲所有都係佢㗎。唔想進貢俾地產商，聽落天方夜譚。但係37歲嘅龐一鳴上個月已經開始佢唔幫襯大地產商1年嘅壯舉，出入都靠晒部單車代步。我去一個地方，我要初頭第一次去，我要用咗好多時間揾路咯，揾一啲安全嘅路可以去到。尤其是香港島咧，好窄啲路咧，同啲車 share 做路嘅時候就要揾一啲小車嘅路。以前就即係餐餐出去食㗎啦，咁一日都過100㗎至少，其實咁而家就會煮咯，咁一煮就好平，可能幾蚊一餐。呢一餐牛油果多士加鮮茄意粉，用咗20幾蚊，夠佢食幾日㗎啦。但係用水電煤避無可避，唯有慳得就慳。即係我就擺個桶喺下邊，一路沖就會裝翻啲水，咁然後就用嗰啲水咧就整濕啲衫啦，咁用而家就自己用手即係用梘去洗啦，咁要儲可能幾百個咁樣，跟住咧就擺喺街度，咁然後咧就等啲執嘅阿婆咧，突然間打開見到哇幾百個，就突然間好似有啲城市驚喜，好開心咁樣，咁我而家儲咗100幾個啦已經。佢大學畢業之後一直做 freelance， 早前去咗南美考察9個月，幫中學寫通識課程，見識過原住民點樣對抗地產商。之後睇咗《地產霸權》呢本書，決定以簡樸嘅生活對抗地產商。就算要消費，都會揀幫襯小商戶。即係燒臘飯，咁係即係10蚊就可以喺雙拼添啊，仲要。咁如果你加1蚊咧，佢就會再俾包紙包飲品你。佢將對抗大計鋪上網，好快就有人和應，喺Facebook 開咗群組，收集各區小型商店嘅抵買資訊俾市民參考，希望喺大地產商嘅勢力下揾到另一個有良心嘅樂園。